一個男人報稱喺上環近東來里街頭，俾3個非華裔男人打劫，搶走一個裝有20萬現金嘅斜孭袋，爭執期間受輕傷。警方星期二以行劫罪拘捕一個40歲非華裔男子。短短1日，案情出現大反轉。警方星期三話，事主喺案發前同其中一個劫匪有緊密電話聯絡，懷疑事主係自導自演。我哋咧亦發現報案人喺佢報案嘅時候講嘅嘢，同我哋調查嘅事實咧係有好大嘅分歧。喺佢報案嘅時候咧，佢報稱係唔認識嗰3名嘅疑犯，但係喺我哋嘅深入調查，我哋又發現咧喺案發前，其實呢個報案人咧係有電話緊密咁樣同其中一名嘅疑犯聯絡。好明顯咧，佢喺報案時候咧係刻意隱瞞咗呢啲事實，所以咧係好明顯係蓄意咧係誤導我哋嘅同事。警方喺星期三夜晚喺銅鑼灣一帶拘捕一個37歲本地男子，涉嫌誤導警務人員。警方相信案件並唔係隨機劫案，會調查疑犯之間嘅關係同埋有關款項係咪涉及犯罪活動得益，亦都會繼續追捕另外2名在逃疑犯。